大家好，大家都知道有句至理名言：賭馬無必勝。點解呢？因為行船跑馬三分險，又有所謂人有失手，馬有失蹄。如果閣下相中一匹馬，馬匹實力超群，幕後有鬥志如虹，本應萬無一失。豈料最後衝刺期間，不幸意外驟生，以致功敗垂成。呢啲例子啊多的是啦，係咪啊？咁我哋點樣應對呢？應對嘅方法就係量力而為，小注怡情。咁就係贏咗笑哈哈咯，輸咗唔使到處揾人阿媽。揾人阿媽做咩嘢唔知，不過好似押韻咁樣噏出嚟啫。OK， 咁講完啲廢話，咁聽晚9場夜馬，頭場喺6點40分開跑，頭場我研究過嗰啲即係前嗰幾場，頭嗰幾場，第一場啦。就係冇賠率預期㗎。如果大家咧想買馬咧，可以好自由好奔放，可以抽籤買馬。如果好運嘅會中㗎，抽籤買馬，因為莫衷一是，賠率預期做唔到。第二場咧，賠率預期又係做唔到喎。因為我覺得個形勢咧，個格局咧，好似個賽果會係點咧？會係又難買就好分啦，唔係喎，又難買又唔好分，所以拜拜。咁聽晚嘅真飛貼線咧，就無可選擇咁褪落去第三場。第三場係4班1000賣4000嘅啫，即係講得快得滯啊！諗嘢諗得快得滯啊！4班1000賣，咁12匹馬，咁其中咧有5匹馬我係預期佢5匹預期佢係10倍嘅，就係1號巴閉王預期佢10倍，2號凝聚美麗預期佢10倍。3號美麗登場新馬初出潘一哥預期佢10倍，哇！匹馬好勁喎！試閘即係可以講非常矚目同埋搶眼。點解你都俾佢10倍啊？因為有一匹又係咁啊嘛，呢一匹就係4號彩，即係財將咁分開咗注意力嘅，所以咧。我都係預期佢10倍嘅，3號預期10倍，4號預期10倍，咁仲有一匹預期佢10倍嘅，就係8號風采人生，就係雷神吹戶重來，咁好多人捧場，但係因為啲馬即係嗰啲票數應該係分散得好緊要嘅，係因為呢個係講比較啫嘛，係嘛？咁有5匹馬都係咁嘅，即係都有個實力嘅，仲有一匹咁啦，就都有實力喎。第三場嘅就係12號萬眾開心，不過我係預期佢20倍啊！萬眾開心，好啦，咁咧呢幾匹馬而家嘅情況點啦？買飛嘅情況點啦？個真正嘅賠率係而家係6點16分。第三場1號巴閉王預期佢10倍，而家佢就7點8，熱咗少少。2號凝聚美麗預期佢10倍嘅，而家就15倍，可能檔位關係，佢11檔啊嘛。3號美麗登場預期佢10倍嘅，而家佢就5點7。
可能係潘一哥關係啦，即係人嘅關係。咁咧就4號財將，預期佢都係10倍嘅，而家咧佢就係7.1。咁啊8號風采人生勁啦，預期佢10倍，而家咧雷神就2.8，位置係1.4。我睇咁嘅情況真係熱得有啲唔尋常，會唔會係無名腫毒啊？真係我啲驚驚地啊！雷神啫，但係你唔係壓一㗎嘛，即係個實力啊，機會唔係壓一嘅。啲雷神係好嘢，咁你都要匹馬都要咁好嘢先得㗎，係咪啊？要人馬都係人強馬壯，咁啊而家仲要睇對手，佢有對手嘅喎，咁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啦。咁好啦，講到萬眾開心，萬眾開心咧有飛喎，8.5喎。好啦，我買咩啦？就係、鐵角位置 Q 又係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怕咗雷神嗰筆，佢唔使跑第一嘅，佢第2，咁你買連人位就可啦，係咪啊？即係我都驚驚地嘅喺度15、16。咁我揀邊3匹啦？1號巴閉王啦，佢又有飛7.8。咁美麗登場我唔揀啦，潘一哥同埋雷神我就唔揀嘅啦，因為太熱啦。咁揀4號啦，財將之後揀，哎呀萬眾開心啦！好啦，就咁啦，就咁決定。鐵角位置 Q 第3場係1號巴閉王、4號財將同埋12號萬眾開心。多謝晒，祝大家好運！